小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咱要来念这三只这三只叫啥？你敢知？卡比哈？鹅，徛鹅，这三只徛鹅的故事哦。徛鹅，安那坐火轮机。好，咱来看卖咧哦。哦，你看伊一道火轮机伫遮对无？这一个啥物火轮？这是因为火轮机场那才好笑。来，这是火轮机场。好嘛，来看一下哦。敢若伤。好，来看这好啊，看图就好啊。哦，徛鹅。我看一下哦。徛鹅三只茶啊。哦，这倒一个，这是这个对无？这个吼，这个咧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莫忘，无要紧，莫叮当就好啊吼。这个是啥？好啦，这是这个是片酱，这个是芹酱，无念一解片酱，银酱。为什么叫片酱银酱？因为日语的片银就是徛鹅的意思，所以甲这两个字个拆做两半，所以叫做片酱甲银酱。这三只茶仔呢，刷落来要坐火轮机去旅行哦。咱来看卖伊要去倒。你看伊即摆伫火轮机场对无？火轮机场捌去过无？有去过嘛火轮机场是咪有卖做济欧米亚个？欧米亚个有做济礼物的，有食的，有耍的，对无？是毋是？我无摕这个衫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好，你莫叮当要到目的地进前啊目的地就是讲。你要去的迄个所在，你上尾要到的迄个所在要去的进前爱先啥物？爱先寄行李哦。你看，大家拢做有礼貌，因咧创啥？排队的寄行李，对无？寄行李。因为寄行李就是你咧甲你的行李摕哦，迄啥物工作人员伊个会摕着你的行李像伫遮，来你看这个图，你看。你的行李，你拄则寄行李就只，伊会帮你搬去你啥物火轮机面顶哦。所以你咧坐火轮机的时阵，你的行李个免排伫身躯啊，安尼知无？所以伊拄一开始个安那，爱先寄行李哦，才有写啥物行李托运，这应该是安尼念的 check-in counter 有看到无这个啥物？这个火轮机场日语叫做奥吉马 Airport， 就是大岛火轮机场好来，咱看着这是咱第一届坐火轮机呢。你有看迄三只茶仔伫倒？你三只茶仔伫倒？你有看？伫遮？应该是遮吧？这个徛我妈妈毋知倒遮，应该是遮吧？好来。手照因为大家要看咱第一届坐火轮机呢，咱出啦！欢喜无？出发爱行倒位？行楼梯。行楼梯去哩对无？这个楼梯就是一台车，车载一个楼梯接伫火轮机，大家个会当安那行这个火轮机入面，行这个啥物楼梯去哩火轮机内面安尼知无？好，刷来咧，后一样。好要坐火轮机火轮机要飞要飞进前爱安那？你看因咧创啥？伊身躯有下啥物？安全带。你坐车的时候，敢要下安全带？嘛是爱对无？才袂有危险。坐火轮机嘛是共款哦。伊要起飞进前你一定要甲安全带校掉哦，才会安全哦。所以下安全带校好，准备要飞哦。咻！火轮机开始飞对无？开始飞到
哈，飞倒，飞去天顶对无？妈妈问你敢捌坐过飞轮机？飞轮机敢捌坐过？捌对无？吼啊，飞轮机会愈飞愈悬，还是愈飞愈低？愈飞愈高。嘿，愈飞愈悬，你看悬到哪？悬到拢伫云的面顶啊，对无？是毋是伫云的面顶？是吼，云伫倒咧，当互妈妈讲，互妈妈看，比互妈妈知嘛。嘿，伫遐。哦，你莫去弄着，好好好。好，这个是啥物？这个是云，因为伊飞甲比云较悬啊。啊，下骹本地足大足悬的山变做细细个尔，有看无？啊，这个是啥物？你敢知？这个是海，有看无？你有看到海无？啊，这是岛，山岛海，对无？哇！你看，迄弟弟个讲啥物？哇，姐姐，咱伫天顶飞啊！哇，所以伊有欢喜无？伊可能嘛毋捌看过啊，对因这是因第一届坐飞轮机吼，所以捌看过，所以做欢喜。伊看，你看伊即摆伫倒看出去？即个就是飞轮机的窗啊，你有看哦？边仔这是飞轮机的窗啊，你看，这是窗啊，啊看出去是安尼。啊，飞轮机的窗啊是大大个啊，是细个啊尔？大大。哪有细细个啊尔？一空细细空啊尔，无做大界哦吼。啊，伊坐伫伊的位，吼，因家己人家己坐伫家己的位对吧？哦，莫弄哦。啊，面顶这因即马摕啥物？甲啥物放落来？你看这是啥物？桌子。桌子没有讲。刀啊。嘿，对，伊甲刀啊放落来，伊甲刀啊放落来要创啥？你看头前。要食刀。人会创啥？要食。哦，因为因准备要食饭啊，所以甲刀啊放落来，对无？啊，你知影这工作人员伊咧分啥物？伊咧分啥物？分伊个啥物飞轮机餐，对无？吼，各位旅客，妈妈念着，各位旅客，请享用飞轮机餐哦。吼，哇，伊就开始咧分啊。啊，你伫飞轮机敢捌食过迄啥物？迄阿姨，飞轮机的工作人员吼，阿姨分互你的物件吗？有吼，我来看卖啊，看这三只企鹅吼，分着啥物物件？哇，你有看伊分着啥物物件？丸子。哦，咱先来看食的啦。这是啥物？pudding 对吧？pudding，日语叫做 pudding 啊，台语妈妈毋知要哪讲的吼，pudding 吼，啊，这个咧，嘿，布丁吼，华语叫做布丁啊，pudding 面顶有啥物呢？葡萄。这面葡萄，那这些嘞？这是啥？苹果。毋是苹果无这些，这是啥物？樱桃。樱桃。好，莫摇，选的莫摇吼，无看无哦。啊，这个是啥物呢？哦，这个哪用到遮水着？这个是啥物？你敢看会出来？嘿，这是苹果啊，这个咧。有啥物他的头发？伊家用刀啊，甲写甲安尼啊，足水的吼。啊，这个咧，这个是啥物？你敢知？Hello， 我即摆甲你问哦，这个是啥物？这个紫色的是啥物？葡萄。安尼，这个咧，这个是啥物 ？Hello， 这个是啥物？这个是煎卵对吧？煎卵下骹，这个是牛肉做的啥物？汉堡内面迄块吧，日语叫做啥物？汉堡。日语汉堡是有加胖的，吼，迄叫规个拢叫汉堡。啊，甲即块吧，日语叫做汉堡骨，吼，啊，咱嘛是叫做汉堡排吧。准我伫食安尼，我毋知是毋叫汉堡排。吼，啊，这有啥物？生花仔菜。啊，个这是啥物咧？这应该是嘿，这应该是红菜头。啊，这妈妈毋知是啥物咧，吼。好，咱跳过人个，这嘛毋知是啥物。你也不花钱。好，请你坐哦，好无？请你坐哦，好。好，莫一直缀倒啊，等下镜头咧落落去。吼，这是咪胖对无？啊胖，啊遮有一个啉的，这是啥物果汁？葡萄。嘿，葡萄汁。啊，这是啥物做的果子酱？这是苹果做的果子酱哦。啊，这白白一包是啥物？这是盐。你有看这写一个 salt， 这个是盐。啊，那个绿色的哥哥嘞？迄应该是糖吧？哦，你给我看青色的哦，你讲青色的。青色。好，来，飞轮机内面的啥物？互囡仔食的
餐点吼，搁有啥物？有教啥物？玩具。有教细项的礼物咯。这礼物有啥物？用茶做的啥物？回零机，对吧？啊，搁有这个是啥物？冬菇哩，冬菇哩就是冬菇哩是啥物啊？敢若辣子的一款物件，咱嘛是会当讲伊是手指啊。敢若辣子的嘿，这是佚佗物啊嘿，对，这是佚佗物啊哦，这拢佚佗物啊对吧？佚佗物啊，碰气，碰。啊，因开始食，好食好食真好食，你无讲？好食好食真好食，好你食好哦，因开始食哦，食胖哦，食啥物？啉果食果子吼，食苹果对无？好啊，结果回零机啊内面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放送哦。妈妈，这是电视。好，嘿，电视对。哦，你敢知影这是电视啊？你敢有看过？有嘛吼？咱有去看着。好，啊，你听妈妈讲哦。即摆伊咧放送啊，咱伫要讲到伫个啥物？亲森林。来，森林，对，阮直接读叫做森林机场。对妈妈讲者，森林机场。哦，伊都当做一个名来，你甲我直接安尼读咯吼。好啊，所以因是咪教啊？因是爱啥物？因爱转机哦，为只转机哦，吼，就是转机的意思，就是讲为这只飞行机换过另外一只飞行机，还是换过另外一个，嘿啦，换过另外一只飞行机对。哦，所以因要为只飞行机哦，因拄只为只来对无？伊拄只为东国的 Airlines 对吧 ？Airlines 来对吧？吼，为这只飞行机来啊，即摆可能要换这个啥物 King。Rainbow， 这叫做 King 吼 ，King 的啥物飞行机吼，好，所以个看这地图，个看这地图，这个看这地图要来转机啊，才有一个地图对无？吼，这讲伫遐转机呢，吼，所以因个照这地图要去转机哦，要换另外一只飞行机啊哦。好，刷落来呢，好，咱看一个哦，好，才有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对无？工作人员准备要去你另外一只飞行机面顶哦，会讲啊，伫遮三位小朋友伫遮哦，所以甲飞行机票互伊啊，对无？啊咧，啥无去啊？妈妈，哎呀，弟弟，嘿，弟弟无去啊，上细汉弟弟无去啊，银匠无去啊，这银匠无去啊，安尼伊有烦恼无？有烦恼无？哎呀，是要安怎要安怎？飞行机马上个要起飞啊呢？要安怎找无法度坐飞行机啊？对无？哦，你看，伫倒位咧？伫倒位？顶届你无找着，你即届嘛无找着。来，咱来看觅，你莫弄着，吼，咱来看觅，吼，你坐哦，好，好，莫相拍，好，坐较后壁个看有啊，莫相拍，吼。来，银匠是啥物？派啥物色的卡邦啊？青色的卡邦啊，对吧？会记得哦，青色的卡邦啊。啊，片匠是啥物？片匠是蓝色的，啊，这咧，这是红色。所以咱即摆要找啥物？银匠对吧？咱来看觅银匠伫倒位咧？青色的卡邦哦，会记得哦，是青色的卡邦哦。好，来，妈妈互你一个。等下我拄则，咱顶届看是看着，我找无弟弟要安怎？你看这规个飞行机场内面，哎呀，找无路诶，银匠到底伫倒位咧？啊，找着，妈妈先讲，无等下你甲我镜头吐倒。来，伫遮你有看着无？你看伊咧创啥？伊咧试食物件了无？这枵晒诶，共食物件拢无甲姐讲，当安尼吗？为着食诶，个无甲姐讲个黑白走吗？袂使。啊那找无要安那？是毋是？好，总算着吧？哎呀，哦，加载，总算赶着啊！吼，有赶会赴着无？赶会赴因要创啥？因要坐啥物？热气球。你个头去扎着啊？你坐较后壁。热气球就是吼，就是烧迄烧的气啊，敢若加几个物件，遮一个足大，敢若加几个物件，规个个会浮起哩，
飞去天顶啊。吼啊，伊内面嘛是真大，嘛有足侪位互你坐着无，伊个坐起嚟了。哎呀哎呀，真好真好，吼，总算赶着啊。好啊，内面工作人员伊讲啥物？各位旅客会当看见雪白山，吼，因为伊是名，伊是一个名，所以你家直接读伊的音吼。雪白山，会当看到雪白山啊呢，吼，啊，因伫气球内面看到说，哇，足侪啥物？白色这是啥物？白色这是啥念呢？你讲色，你莫背倒啊啦，等下有遐摇吼，色因为大家拢趴伫遮了，你看，拢趴伫遮咧看，你看，趴伫遮咧看色，你有看无？好，哇，好，要落啊，迄个气球要落啊，要降落啊，对无吼？遮工作人员讲好，啊，准备要游即条是啥物念呢？即条是啥念呢？梭啊，为啥要游梭啊？啊，游诶啊，拔掉诶，啊，伊才袂阁继续飞对无？是毋是？好，过来哦，嘛是共款哦。到飞行机场爱啥物？爱挂家己诶行李对无？是毋是？你拄则是毋要去你面顶进前，你就是有寄行李嘛，所以你要甲家己诶行李摕转去对无？吼，所以就开始要摕行李啊哦，吼。来，咱来看，啊，这三只袋仔伫倒？伫遮。哦，你有看啥人来找伊啊无？来接伊呐？啊，是外公诶，外公。哦，因外公伫倒？这是因诶外公对吧？外公就是安那，像妈妈诶爸爸。嘿，妈妈诶爸爸叫做外公，吼。外公就是妈妈诶爸爸，吼。阿公晓。嘿，就是阿公，对。啊，你拢平安到啊呢，吼，袂歹哦，到啊哦。哦，你看飞行机有做者啥物扛棒诶？你看这是啥物？这是木场诶，出产做者牛奶做诶物件对无？啊，这啥物饭店？啊，这广告啥物？广告温泉啊，这个啥物？出这色对无？哦，来，好，所以因到啊哦。好来，咱即马呐，咱看卖伊三只袋仔伫倒？啊，三只袋仔伫遮，因坐啥物？因坐雪车。头前向个看。麋鹿。嘿，麋鹿伫咧看哦，啊阿公啥物徛这麋鹿面顶对无？所以一款鹿啊，是足寒诶所在，吼，饲伫足寒诶所在。好冷啊！嘿。啊，有人是哪？有人是坐公车，啊，嘛坐客厅，毋是客厅啊，坐啊，慢慢想讲袂出啊，客运啦，嘿啦，坐客运哦。来，大家拢在等恁哦。哦，你看遮有人在排队嘛，排队要坐啥物？坐客运哦，吼。阿公是啥物？用这啥物？雪车吼，看你。甲因载转去吼，啊，徛个三只袋仔吼，坐飞行机甲热气球，甲因外公斗啊哦，哇，这真正是一撮做欢喜诶天顶诶啥物旅行对无？坐飞行机有欢喜无？有哦，吼，你看伊个早啥物来互阿公阿嬷、外公甲外嬷，这是啥？金蕉，吼，早金蕉啊，阿嬷个有烘啥物？这应该是胖还是鸡卵糕？吼，胖啦。哦，因为足寒，迄个所在足寒，所以爱有啥物香茶，才会烧房间才会烧较袂伤寒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因甲阿公遮个开始耍啊，你有看？阿公那个开始咧食啥物？食金蕉。哦，所以平安甲阿公因兜啊哦，好啊。点了啊！这是伊的佚佗物啊，对吧？啊，妈妈问你这是啥物啊？这是雪人，人啊是人，我想要嘛，人的款，雪人。啊，这个是啥人？好啊，来，这个念了哦。啊，你有？可念一本哦，啊，这本先念了，甲大家讲再见啊。再见。介意咱的故事，请帮阮试一个赞，你搁查到啊？赞哦！
拜拜。拜拜。